观世音菩萨，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。旁边那是18罗汉像，如虎尊者，还有降龙尊者、降龙尊者，那还有电梯可以。布袋和尚，去那边去啦。应该还有啊。这上面。还有智公禅师呢，还有呢，正天皇帝范姓啊，梁武帝啊，菩萨皇帝梁武帝，那达摩祖师嘞？达摩祖师是哪一尊？罗汉已经能够控制6根6界了，超脱生死轮回。这里是关子岭的火山碧云寺，早上有在东山的碧仙寺信众香客恭送观世音菩萨圣像回到这里。